虽然美国要扣半导体有晶片100%的关税，也毋过若是伫美国生产制造的，就毋免扣关税。所以台积电今仔早起股票大起，嘛创新高哦。咱国内大厂环球晶圆公司嘛宣布讲，因伫美国的子公司已经来正做是碰过供应链花盘。另外，川普讲到台积电会伫美国投资2000亿美金，目前台积电是暂时无回应。 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半导体关税，因为台积电已经伫美国生产制造，鉴定是就免关税。川普无正面回应，不过这项离岛的消息，鼓励台积电车市开盘一路有起，盘中捌加1180块，起55块，带动台股大盘。盘中捌徛起2万4000点，大起超过600点。不过半导体甲晶片若无伫美国生产制造，就要面临100%的关税，敢会致使半导体业去美国投资，嘛引起关注。 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多台积电相关的一些供应链，或者是其他的业者，也都会纷纷的赴美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投资，以躲避在这个100%的一个关税，会不会使得在台湾本土生产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比重会进一步的出现下滑的一个态势？真出名的大厂环球晶圆就宣布。 下底美国子公司正式甲苹果建立新的供应链，合作东盘的关系，进一步强化美国半导体制造供应链。他们优先采购我们的在美国的 GWA 的先进制程的晶片，金额会再扩大吗？订单啊、获利的状况，然后会再做决定。川普毋若公布半导体关税，原底讲台积电会伫美国投资3000亿美金，嘛改喙讲是2000亿的美金。针对这点，台积电是暂时无回应。 专家认为，讲投资2000亿的美金，还佫伫台积电负担的范围内。不过，佫较受关注的是后礼拜就要公布的半导体232条款，敢会封扣25%至50%的关税，影响台湾的出口，或者是保留先进制程，就会当唔免。 除非我们能够证明说我们可以有效的压制其产地，否则的话，其实232条款对于我们整个的资通讯产业，恐怕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麻烦。 专家认为，讲232条款对台积电影响无大，但都是国内的资通讯产品，若无法度防排除伫咧免税的范围，恐惊会造成重大冲击。记者综合报道。